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8月6号。这一期我们继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160天，同時也是哈梅內伊悟道成仙的第160天，也是穆吉塔巴人間蒸發音信全無的第160天。這個波斯灣的通航可以說是撲朔迷離啊。美國總統特朗普8月4號在接受美國福克斯新聞頻道採訪時說霍爾木茲海峽將很快開放，否則伊朗將遭受猛烈打擊。特朗普還表示與伊朗的磋商進展非常順利，伊朗方面不願意承認，這確實讓人有些尷尬。也就是美國在跟伊朗談判，但是伊朗不承認在跟美國談判。特朗普說哎呀，這搞得也很尷尬呀，不知道怎麼解決總之確實是在談，但是伊朗人就是不承認，說伊朗那邊有關我們根本沒有見過面的表態純粹是假話，他們其實是想達成協議的。在被問及如果伊朗再次退出談判，美國會如何應對時，特朗普回答說，他們如果再次反悔，將遭受非常猛烈的打擊。這是特朗普的標準說法一天到晚叫猛烈打擊，二戰以來最猛烈的打擊，打回石器時代，這些都是口頭的威脅但他同時也表示希望不要用到打擊。根據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8月4日報道，兩名地區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國官員表示美國、伊朗和阿曼接近達成一項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的臨時協議，美方希望8月5日宣布臨時協議達成的消息，但現在又改成了8月7號，又往後拖了。一名海灣國家官員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就 CNN 說美國與伊朗在周五就8月7號達成臨時協議的可能性為5-5開，而且這是一半的可能。什麼原因呢？這個官員說了實話他說伊朗代表團中不包括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代表，而該組織最終需要批准任何臨時協議的細節。實際上這就已經把這個伊朗的內部矛盾公開化了，這是通過第三方那估計不是卡塔爾就是阿曼說這個說的跟咱們說的一樣了，你跟那個特朗普現在跟他是求和派，穿西裝的在談判，他們談完之後回去說話也不算數，对吧？這個代表團裡有沒有衛隊的代表？談完之後回去還給衛隊批准，衛隊同意了，這玩意才有用。而且衛隊今天可以同意，明天他可以反悔，你要怎麼樣呢？瞎子點燈白費蠟呀！但是特朗普還是比較這個一如既往的信心滿滿，說48小時之內就將公布同伊朗的談判結果目前談判進展順利，這個談判指的就是霍爾木茲海峽通航臨時協議。特朗普再次強調他說我寧願與伊朗達成協議，因為我不想殺人。他們給我打過電話說請不要打我們，他們尊重我們，我們正在對話，讓我們拭目以待。那這個肯定會遭到伊朗的不是。伊朗的外交部發言人稱之為一派胡言。伊朗國家電視台說要是伊朗與阿曼達成協議，也不意味着立即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伊朗國家廣播電視公司援引知情消息人士的話報道稱，要是德黑蘭與馬斯科特這個就是那個阿曼達成協議，也不意味着立即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伊朗國家廣播電視公司在報道中說伊朗與阿曼關於霍爾木茲海峽航運的潛在協議，並不意味着海峽會立即開放。如果美方繼續違反協議，即使與阿曼達成開放協議，海峽水域仍將關閉。這伊朗人確實拿他沒招為什麼呢？你看他這個，他一邊說跟美國沒關係，我沒跟美國談，我們在跟阿曼談，但是呢，一邊也說我跟阿曼談的不管什麼協議，美國的必須遵守。美國如果什麼繼續破壞，那我們就要關閉海峽。你這不還是跟美國談嗎？所以這個不管是特朗普一頭霧水就連這個萬斯據說也崩潰了這個美國的主和派萬斯也很無語當地時間8月5日晚，美國媒體報道說，美國副總統萬斯當天表示，與伊朗的談判過程充滿波折且耗時，並指出伊朗極難打交道，
萬斯稱啊，我們的任務是應對這些複雜局面，為美國人民，同時也為美國總統爭取最佳結果。至於最終結局，儘管過程會很混亂，也需要時間，但油價將會下降並保持低位，伊朗將永遠無法擁有核武器，而美國將處於更有利的地位。萬斯說啊，目前他們正處於博弈之中，也就是萬斯現在啊也開始動摇了，也懷疑這個談判有沒有用。伊朗極難打交道，充滿波折且耗時。這個伊朗的这個副外長加里布阿巴迪他說美國啊曾在衝突爆發數日後主動求談，基於遠不足以重開海峽。他透露他說在本輪衝突爆發約4-5天後美國曾主動向伊朗傳遞信息，希望通過談判解決雙方的爭端。根據新華社報道加里布阿迪否認有關美伊正在談判的說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並稱美方表示準備恢復履行此前簽署的諒解備忘錄中的承諾。不過他表示美國履行諒解備忘錄中的承諾只是霍爾木茲海峽重新開放的前提條件，但遠遠不夠，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就這意思按照伊朗方面的說法，美國已經違反了備忘錄中的所有義務，包括重新實施海上封鎖、恢復戰爭行動、對伊朗重新實施制裁、停止有關釋放伊朗被凍結海外資產的談判。因此，伊朗認為美國不僅需要重新履行此前的承諾，還必須滿足更多條件，霍爾木茲海峽才有可能重新開放。加里布阿迪表示與安曼達成的協議不一定能夠開放這條水道，除非美國滿足其提出的若干條件。給人的感覺好像是特朗普被打得求饒了受不了了，又找伊朗談判。伊朗人說你這個誠意還不夠。既然美國的誠意不夠，美國財政部又略表誠意，繼續美國財政部宣布推翻了此前對於巴格達航空支持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旅的調查結果，解除對伊拉克航空公司巴格達航空及其2架飛機的制裁。美國財政部沒有說明解除制裁的具體理由，只強調這不代表對伊朗以及伊斯蘭革命衛隊採取更溫和的立場。這個怎麼說呢？有人說這是美國財政部對伊朗讓步，這個不能這麼簡單因為大家也看到了巴格達也就是伊拉克的這個新總理現在跟特朗普關係正在火熱之中正在幫特朗普，甚至跟這個敘利亞的朱拉尼聯手要對付在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要繳他們的槍。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把巴格達的這個航空解除制裁，某種程度上這是衝着伊拉克去的，而不是衝着伊朗。那現在這個網傳的阿曼和伊朗之間的這個霍爾木茲海峽協議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有媒體報道說伊朗要求對所有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商業船舶收取 7% 的費用，大國和俄羅斯船只免除該費用，而阿曼正在討論收取約 3% 的較小費用，美國則希望完全免除費用。據路透社和伊朗消息人士報道，一位伊朗高級官員表示，拟議的協議將賦予伊朗對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進入海灣的船舶的控制權，這是迄今為止對伊朗最大的讓步之一，意味着美國和以色列在2月發動的戰爭導致地區權力平衡發生重大轉變，有利於德黑蘭。而另一位伊朗消息人士警告稱，魔鬼藏在細節中，而且特朗普的一條推文就可能讓這件事崩盤。那還是證明伊朗人比較了解特朗普實際上在我看來，美國人認真的坐下來跟伊朗人談霍爾木茲海峽通行，這本身這就已經是標誌特朗普失敗。就是通過談判解決霍爾木茲海峽，你不管怎麼談那都是給伊朗人臉。所以你只要跟他一談判，事實上就是在給伊朗人做讓步，甚至承認伊朗人的控制權，那更是让步即便現在不能收費，未来有一天他一定会收費。另一名地區消息人士表示關於如何定義控制，仍有細節待定。海灣談判代表堅持由地區國家監督對船只的檢查，並且任何費用支付
均為自願。什麼意思呢？啊，我能理解啊。這海灣国家的意思就是要搞到我們一起，对吧？搞個委員會或者搞個小組，咱們在這兒對霍爾木茲海峽進行管理，設立一個，對吧？海灣所有國家參與的，那這個也不行。那這個就相當於這個霍爾木茲海峽變成你們海灣幾個國家的，那不就是跟公海又，對吧？這個海洋公約也矛盾了嗎？对吧？海灣海合會啊，他們的意見、收費、控制、檢查，如果有的話，必須，對吧？成立同一個委員會，不是伊朗來管，而是這個委員会來管。這個路透社周三啊，引述地區及伊朗消息人士報道，伊朗與阿曼之間一項旨在結束美伊兩國長達5個月的衝突的擬議協議啊，將賦予德黑蘭對經由霍爾木茲海峽進入波斯灣地區船只的控制權，這將是迄今為止向伊朗做出的最大讓步之一。美國尚未就這一提案發表評論。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宣稱啊，一項旨在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的協議即將達成，但美國官員反覆重申，絕不會同意由伊朗控制這條全球最重要的能源運輸通道的通行權。你看啊，根據這個彭博社報道啊，全球8個最大的航運業行業協會呼籲聯合國和國際海事組織反對在霍爾木茲海峽徵收任何強制性通行費或服務費，警告稱這將破壞國際海事法。在致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和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阿森尼奧·多明戈斯的聯合信中，這些組織表示啊，允許在霍爾木茲海峽徵收通行費將樹立危險的先例，可能鼓勵在其他重要海上戰略要道也徵收類似費用，從而增加全球航運和貿易的不確定性。這封信由包括國際航運協會、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司工會和世界航運理事會在內的主要行業組織簽署。原因是人們越來越擔心伊朗可能會試圖對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只徵收費用。關於霍爾木茲海峽通行啊，現在還是扑朔迷離，具體的方案條件還不清楚，對吧？那就看特朗普說的周末能不能簽署，簽署之後真相大白。如果特朗普啊承認這個伊朗的控制權，實際上就是失敗了。即便伊朗現在承諾不收費，只要他有管理權啊，未来他一定會收費。最近啊，隨着這個美伊之間啊打一打談一談，談一談打一打，似乎这個特朗普現在有點這個慫了，對吧？你看伊朗主動打擊巴林那個數據中心，炸約旦的美軍基地，特朗普都忍了，這個讓伊朗的這個強硬派啊勢頭越來越猛，對吧？這就是鼓舞了伊朗的強硬派。那麼伊朗的強硬派尾巴一翹起來之後啊，對那個伊朗的改革派就形成了一個壓力，所以伊朗的改革派現在也開始出來放風，現在雙方你來我往，鬥得非常激烈啊。你想啊，在雙方阿曼或者是斡旋方跟伊朗的談判代表談判的時候，居然說出啊，說他們這個所有的談的東西回去都要給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審核，這本身就是把背後的人出賣了啊！表面上看啊是尊重這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實際上是在出賣，因為國際社會認可的是你的政府，對吧？是你總統、外交部長、議會的議長，你那個衛隊是個什麼組織呢？在歐盟是把它定義為這個恐怖分子，是吧？恐怖組織啊！不知道美國有沒有把它打成恐怖組織？歐盟已經把衛隊啊列為恐怖組織。合着那你一個政府談的政府協議談完了之後，回去還要恐怖組織同意，這本身就是一個笑話。所以說啊，表面上說是尊重衛隊，是吧？而且客觀上實際上也是這麼回事，就是衛队要同意。但是你要把這個事捅出來，拿到台面上說，實際上就是在出賣衛队，對吧？印度曾經出過這個事嘛？大家回憶一下啊，印度啊，那個印度，上個世紀對吧，80年代末吧。那個印度的新上那個總理是吧，說啊，我們啥還需要啥誰把握方向，這一下也成了他的罪狀。你要想到這個情節，你就知道啊，在朗子這樣的國家這種體制裡面，你這種說法那就是最大叫什麼
這是泄露國家機密啊，你這属於公開发表你的不滿，它这个政治意味是不同的。所以现在啊，伊朗的这个主和派和强硬派之间内斗是越来越激烈，已经到了撕破脸的地步了。前几天传出啊，穆杰塔巴反击穆兹西奇扬，对吧？传言是吧？是穆杰塔巴的亲戚出来对媒体说啊，说啊，你別看這個佩澤西奇揚跳得高啊，蹦躂的高，他28次向穆杰塔巴提出辭職，最後一次穆杰塔巴說了，你要再提我就同意了。好，從此以後啊，佩澤西奇揚再也不提辭職了。你看這搞的是吧？這就是反擊啊。好，雙方有來有往，而且這個矛盾已經是佩澤西奇揚和穆杰塔巴兩人之間直接的矛盾了啊，因為沒有別人了。今天這個佩澤西奇揚又出來反擊啊，他這個反擊很有意思啊。伊朗國際報報道啊，說這個伊朗總統佩澤西奇揚被帶到德黑蘭的一個秘密地點，坐在一輛帶有遮光窗的遮光簾的汽車後座，一個商務車啊。也就是啊，根據這個伊朗國際報道，這個佩澤西奇揚啊，在那被人從總統府帶走，說帶你也不知道帶他去幹啥，反正去見一個秘密，見一個重要的人物。佩澤西奇揚不知道跟着後面走啊，就是上了車啊，上車到了一個地方之後啊，哎，又把他換到另外一個商務車，讓他坐後面，大概是個考斯特吧。那個裡面那個窗簾全部是拉上的，裡面黑乎乎的。然後就在這種情況下，佩澤西奇揚見到了最高領袖穆杰塔巴。佩澤西奇揚在裡面怎麼看都看不見人，環境昏暗，根本看不清這個坐在他對面啊穆杰塔巴的樣貌，他只能聽得到聲音。然後這佩澤西奇揚他就確認呢，那對面這個人是誰呀？被告知啊，這就是最高領袖穆杰塔巴。因為佩澤西奇揚他就懷疑對吧？我也看不清你這聲音，就這聲音好像聽着也不太像啊。因為佩澤西奇揚跟那個穆杰塔巴打交道也不是太多，所以他就懷疑這對面坐的到底是誰啊？然後說就這樣聊了幾句，而且佩澤西奇揚看不清他後面啊那個車後部還坐了5、6個人，大概啊看不清面目，那大概是保鏢吧。然後他說你怎麼證明你就是穆杰塔巴？但是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他。只問他問題，然後聊了幾句啊，就把佩澤西奇揚就帶走了，讓他離開。整個會面就是在一個秘密地點的汽車裡，這裡遠離穆杰塔巴的住所。最近5個月幾乎沒有人見過穆杰塔巴，可以分析出啊，這次見面的地點絕對不會距離穆杰塔巴真正的藏身據點很近。穆杰塔巴這邊的車隊會提前長途機動幾十分鐘到1小時，抵達中立的臨時會面地點。這個地點都是臨時，就像那個兩個那個販毒集團呢，販毒集團或者什麼，他說好了先在這兒交接啊，在哪個橋底下，你帶錢我帶貨，快到地方了，臨時突然說，我們改地方了，換個地方，中途恐怕換地方了，然後才到這兒。開完會，穆杰塔巴的車隊再駛向另一個方向，再折回住所，就是還得來回繞。這個是伊朗國際啊。他報的猛料，那你想啊，為什麼這個時候會爆這個料呢？不就是佩澤西奇揚和穆杰塔巴之間的內鬥越來越激烈了嗎？撕破臉了啊，開始公開的互相爆料了。這還沒完啊，那佩澤西奇揚自己親自說的什麼呢？他自己親自說的啊，他說啊，眼下與伊朗最高領袖小哈梅內伊穆杰塔巴溝通非常困難，他自己承認了，但起到的關鍵支柱作用。他說哈梅內伊同意了一項高票提案，卻有人借此刻意制造派系矛盾。現在與阿亞圖拉穆杰塔巴溝通非常困難，但他的存在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力量來源，使我們能夠維持進程。在他們發起的實踐中，關於他發表的聲明 ，CD 雖然他原則上反對，但現在他允許其發展。一些試圖制造分裂的人試圖重新打開那個裂痕，以追求他們自己黨派利益，不斷誇大這個問題。他珍貴的說法完全正確，他有自己的觀點。在同一委員會達成的結論中，一份報告最近提交給他，他表示，如果該報告獲得2/3的票數，他將接受。實際上，該報告獲得了13票中的12票，他接受了。這一行為，接受專家意見並據此做出決定，被一些人利用為借口，試圖製造分裂。
做出不公正、不誠實的聲明，試圖將他人描繪為某種形象。啊，这就是穆杰塔巴把这個矛盾公開了啊，就有人利用啊，這個佩塞西奇揚呢，把這矛盾公開，但是有人利用穆杰塔巴現在不能見面，沒辦法溝通，利用這個做文章。這個不管怎麼說啊，實際上就是伊朗內部內鬥已經是白熱化。伊朗總統稱，目前他說伊朗最高領袖的溝通非常困難。伊朗國內啊，阿塞拜疆派系，但是伊朗的現在毛拉政權的高官很多都是阿塞拜疆族啊，不是伊朗波斯的，那就不他們的那個主體民族是阿塞拜疆占據伊朗高位的啊，毛拉政權很多都是阿塞拜疆的，這個佩斯西講也是阿塞拜疆族啊。那這個和他們本土派矛盾很深，現在矛盾已經越來越公開，而這個前總統啊魯哈尼也跳出來開始發聲了。這個不是說魯哈尼已經被抓了嗎？實際上沒有被抓啊。前總統魯哈尼承認，伊斯蘭共和國國內有一股勢力希望發動一場更大規模、更具破壞性的戰爭，以加速馬赫迪的出現。魯哈尼表示啊，該政權內部有人認為必須升級戰爭，以加速馬赫迪的出現，這反映了馬赫迪主義意識形態中一種末世論的變體。該變體將混亂和戰爭視為馬赫迪回歸的前提條件。這個馬赫迪就是救世主啊，就是救世主啊。馬赫迪信仰直接構成了現代伊朗政治體制的基礎。地緣政治末日預言的現實映射，在當代伊朗官方與民間敘事中，中東的劇烈動盪，比如與美國啊和以色列的對抗，常被賦予預言的色彩。許多伊朗人將當前的國際對峙視為馬赫迪降臨前夕，就是救世主啊來臨前夕必經的大動盪與善惡決戰，以此在現實外交與軍事對抗中尋求精神支撐凝聚力。你看看伊朗亂成什麼樣了啊！看看伊朗強硬派的表態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瓦西迪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他說關於濃縮或核武器不會進行任何討論，只要美國和以色列擁有核武器，我們就會繼續為國家安全而努力工作。如果他們放下武器，我們也會這樣做。也就說明，只要毛拉政權在，伊朗是一定要搞核武器的。現在不搞，以後會搞。你說特朗普在跟誰談判呢？你談的耽誤時間是不是啊？有什麼用啊？說明這個伊朗的主和派和強硬派之間矛盾可以說是越來越公開化，雙方都不演了啊，直接你來我往，開始爆料放風。伊朗務實派也徹底不演了，戳穿伊朗既得利益者的面具，直言伊朗有些人想要統治世界。這個就是魯哈尼還有佩泽西奇揚說的啊，將什葉派信仰強加給所有的人。伊朗確定霍爾木茲海峽通航草案，這個草案還沒出來啊，但是從特朗普的表態來看，還有盧比奧，那他們肯定是不能接受收費，他們很有可能在管轄權上面讓步，就是由伊朗來控制啊，或者跟阿曼一起控制，通過協議啊，你們控制，但是不讓收費，那麼這算是特朗普有個台階下。實際上我說了啊，只要是朗子有了管轄權，未來一定會收費，但是特朗普已經顧不得這些了。哎，在他這兒反正是沒收費，船能走，對吧？他就認為他完成任務了。但是如果朗子這個時候堅持收費，又要控制權又要收費，那特朗普根本受不了啊，沒法接受。一旦同意海峽收費，實際就是承認啊特朗普在伊朗衝突上的失敗。這個對美國的中期選舉啊會有很大的影響。特朗普承認失敗啊，那就意味着啊共和黨將輸掉中期選舉，特朗普甚至可能面臨啊國會兩院一起失守，那就成了一個跛腳總統啊，甚至啊特朗普恐怕還面臨核危機。由于這個霍爾木茲海峽並沒有完全斷航，航運石油跟管道運輸的石油啊，就是這個用船裝的石油還有管道運輸石油都在往出運，只是沒有以前那麼多啊。那管道運輸還沒有什麼太大影響，每天從中東往出有1000萬桶的油，對吧？雖然只有戰前的50%，但是沒有斷了。而目前看啊，全球的油價還在一個可接受的範圍內。這個特朗普昨天他也說了啊，他跟那個是在記者會上他說啊，
他說我們有可能要面對油價還要上漲，也就是他先打了個預防針。最關鍵的是啊，伊朗对于美軍的海上封鎖沒有任何反制措施，也反制不了。美國只要堅持對伊朗的封鎖，最終率先面臨經濟崩潰的只能是伊朗。所以說從這個基礎上說啊，這個特朗普他沒有理由啊接受海峽收費，因為海峽一收費那就是特朗普失敗，也就是特朗普他沒有理由現在接受自己就失敗啊，這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風險。而伊朗的政局啊，在美國的封鎖以及威脅恐嚇之下，內部矛盾越發尖銳，對不對？那個現在內鬥已經公開化了嘛，而且直接就是佩泽西强和領袖穆吉塔巴之間了啊，這中沒有別人了，直接这2個人直接幹。如今伊朗務實派啊也開始反擊，伊朗前改革派的總統魯哈尼公開表示，從美國制裁經濟下牟利的伊朗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專門吃美國制裁這口飯的，對不對？美國越制裁，有一批人會賺得越多。那這些人他當然不希望美國停止制裁啊，那不讓美國停止制裁的最好的辦法就沒事就是騷擾一下美國，对不對？動手炸一下，特朗普就制裁，特朗普越制裁，這批人就越賺錢。你看看，而這批人現在是強硬派，是當權者，所以這個魯哈尼他就公開了啊，反對美伊達成和平協議。伊朗還有的人試圖統治世界，將什葉派信仰強加給所有人。這個魯哈尼啊，實際上就揭穿了伊朗政治最深一幕。在美國的長期制裁下，伊朗依靠影子船隊的出售石油，又通過在卡塔爾、阿聯酋的金融將石油款項轉移到伊朗國內。然而，這一切都繞開了伊朗的國家金融系統，通過革命衛隊的私人網絡進行操作，也就是國中之國啊。而因為要避開美國的金融監管，所有的審計因此無法全面進行。這意味着伊朗一部分的石油利潤都在這個過程中被悄無聲息地拿走了。誰拿走了？一部分進入了革命衛隊高官以及高級教師的一部分則進入了秘密基金。這也是伊朗高官子女在歐洲奢華生活的經濟來源。魯哈尼公開發聲揭穿這一切，可謂是伊朗政壇第一次。由此可見伊朗政局的矛盾之深。這也意味着伊朗務實派是想要達成美伊和平協議，而 CNN 披露美伊有可能在本周五達成協議。那我們拭目以待啊！也就是從我的角度來說，我個人判斷，特朗普只要跟伊朗人認真的在談這個霍爾木茲海峽通行的問題，特朗普就已經輸了，已經上當了。如果後面你再對吧，伊朗人控制霍爾木茲海峽，那就更是大輸特輸啊！如果這一次現在這個方案裡面居然就伊朗人要收費，那特朗普的褲衩子的費都輸掉了，最後的遮羞布都沒了。所以我給分3種情況啊，3種輸。那現在他已經輸了，因為他現在正在跟那個伊朗談這個霍爾木茲海峽，說明他已經輸了。那現在看是褲衩子都輸掉了，還是只是把這個控制權輸掉了？但是我們也可以認為啊，這個特朗普啊，他一切都是為了中期選舉啊，他是權衡，他也是拖延，是吧？他也想這個穩住伊朗，這麼糊弄到中期選舉以後，再做打算。中期選舉之前啊，不能再折騰事了。這個特朗普大概是這種路子啊，除非是逼急了，逼到他褲衩子都沒了，對吧？老子就是要收錢，那他沒辦法。如其褲衩子都废掉了，都輸掉了，那不如賭一把，直接開大啊！所以說這個後面都有可能啊，就看朗子。所以說現在怎麼說？由於這個特朗普他有軟肋，中期選舉這個軟肋啊，所以朗子是死死的捏住了這個軟肋。然後再開始博弈，這就是萬斯說的啊，跟伊朗人談判極其困難。現在萬斯算是領教了吧？你跟這樣的對手談判，不如打他一頓，把他打服了就好了。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